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賽馬直擊。咁啊，今日係星期六啦，越洋賽事咧就非常之精彩㗎。喺我哋香港時間中午時分咧，就會有6場嘅澳洲轉播賽事嚟到香港啦。咁其中5場賽事咧，正就喺我哋而家蘭域馬場喺悉尼呢邊啊。咁但係當中亦都有一場咧就轉播墨爾本方面嘅賽事啊，考菲德杯噃。冇錯啦，咁啊，我哋而家身處喺呢個蘭域馬場啦，重頭戲當然就係全球矚目嘅珠穆朗瑪峰錦標，萬眾焦點就係我哋香港馬王嘉應高升將會出戰啊！等咗好耐啦喎，韓啊嚇，咁啊都可以話等咗超過半年時間啦。都知道嘉應高升呢，為備戰珠峰錦標呢，一連串嘅準備功夫都準備就緒啦。我哋當然都唔少得啦，要為嘉應高升去打氣啦。嗱，現場呢，就比較得意啲喎。係。就得嘉應高升一支旗仔派嘅啫，其餘11匹嘅參賽嘅戰區咧，我揾唔到啦。咁啊，當地嘅即係澳洲嘅朋友啦，好多都係支持就嘉應高升。咁當然啦，咁啊嘉應高升都要克服好多嘅難題啦，就係要遠征。講真，一匹馬去遠征去到海外去比賽咧，一啲都唔簡單。係啊，咁啊，但係其實好好，即係好好啦，就見到嘉應高升即係個功夫啊或者狀態都隨住時間一路越嚟越好。咁啊，都已經係真係去到好好嘅狀態㗎啦。咁啊，所以唔單止我哋全港嘅馬迷同嘉應高升打氣，即係頭先你都講過啦，我哋行過馬場嗰陣時，都好多當地嘅馬迷，即係本地嘅馬迷咧，係為佢打氣嘅喎。咁啊，我哋而家身處喺邊度咧？其實就喺 backyard 度㗎，喺個後院度啦。咁啊，嘉應高升咧就啱啱到步咗馬場，大概就45分鐘到啦。咁啊，隻馬嘅情緒都非常之安定啊、淡定。咁啊，而家就一連串嘅準備功夫。咁啊，陣間呢，留意住啦，喺我哋香港嘅時間第2場咧就會上演呢個珠峰錦標㗎噃。好，咁啊唔該晒阿韓同阿陶陶啊，咁啊喺呢連日都好辛苦啊，一路追隨住嘉應高升，咁啊大家準備咗咁耐咧，就係等呢一日啦。咁嚟到咧珠穆朗瑪峰錦標啊，全球最高獎金草地嘅賽事，我哋香港嘅馬王去參加，而且仲有熱門添。咁啊希望咧陣間睇住佢見證佢成功嘅一刻啦。咁啊今日嘅賽事咧，頭先陶陶亦都講過啦嚇，有悉尼有墨爾本啦呢節嘅賽事啊，5場悉尼嘅賽事，咁一場咧就墨爾本嘅賽事就考菲爾德杯，咁兩個賽事都唔同嘅喎。S1咧就悉尼嘅賽事啦。而 S2咧就係墨爾本嘅賽事嚟嘅，咁呢6場賽事裏邊咧好多一級賽喎啊！係啊，咁啊呢個澳洲時段啦，我哋都轉播咗3場一級賽俾大家，咁啊預期都十分精彩喎。係啊，咁啊珠峰錦標嘅大戰啦，大戰之前咧點樣可以證明到佢係一場大戰？就係好多牙較戰啊！記得有練馬師啦、騎師，甚至乎係希斯嘅仔仔都有好多牙較戰啊！咁啊今日啦，我哋轉播蘭域馬場5場賽事咧，途程就比較短啲嘅話。咁啊，珠穆朗瑪峰錦標啊1200米啦，咁啊其實都係1300、1400咁。另一場一級賽英皇查理斯3世錦標咧就1609米㗎。咁啊悉尼嘅賽事就短途至中距離啦嚇，咁就得4個途程嘅啫。係啦。咁啊都係比較偏短少少啊，咁啊最長都係嗰場1里嘅啫嚇。咁亦值得有場講下呢場銀鷹錦標都比較特別嘅，4歲馬參加嘅賽事嚟嘅。好，咁啊睇下我哋 S1、S2嘅節目排程先啦。珠穆朗瑪峰錦標賽馬同埋考菲爾德杯啦，咁啊重頭戲 S1嘅第2場珠穆朗瑪峰錦標將會喺下晝嘅1點15分開跑啦。另外留意下 S2嘅第1場考菲爾德杯咧，將會喺銀鷹錦標之後就上演嘅啦，就會喺下晝嘅2點15分開跑。另一場一級賽 S1嘅第4場英皇查理斯3世錦標仲係2點35分開跑，尾場香港賽馬會全球匯合彩池讓賽咧，將會喺下晝嘅3點10分就開跑噶啦。咁啊真係要 mark 低啲開跑時間啦，因為中間間咗考菲爾德杯係 S2嘅。咁留意啦 ，S1 嘅珠穆朗瑪峰錦標賽馬日啦，設有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彩池啦，孖寶第一口同埋第2口孖 T 同埋3寶嘅。咁啊第一口孖 T 就係 S1 嘅第2、第3場啦，第2口孖 T S1 嘅第4、第5場，至於3寶就係 S1 嘅第3、第4同埋第5場嘅。咁啊，另外啊 S2 嘅考菲爾德杯啦，咁啊亦都設有呢個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彩池㗎。咁啊留意 S2 嘅第1場就係考菲爾德杯啦。今日就戲碼就相當之強啊！咁啊留意啦，咁 S1 嘅第2場啊，珠穆朗瑪峰錦標4重彩同埋4連環合併咗時係有200萬嘅多寶㗎，大家都可以動一動腦筋啊！不妨下呢場賽事啊！咁係喎，今日冇咁多馬喎，係啊，冇啲20幾隻過20幾隻嗰啲，梗係難啲啦。留意啦，咁啊亦都係全球匯合彩池嚟㗎，啊見到現場真係人頭湧湧啊！
咁呢個錦標都係悉尼嘅盛事嚟嘅嚇，咁而家即係春季嘉年華就唔係淨係講墨爾本咁簡單㗎啦。近年多咗呢個珠峰錦標之後咧，情況有啲改變啊。好啦，有啲馬退出咗啊。S1嘅第二場就4隻後備補唔上啦。13號名車有主，14號慷慨大方，15號怒風火，16號黃沙萬里，佢哋就跑唔到珠峰錦標，不過喺第一場都會見面嘅。悉尼錦標見啊。係啦 ，S1嘅第五場13號嘅午夜環保，16號嘅津喜呢兩則正選啊退出咗。另外18號嘅賺錢大隊啦，20號嘅酋長領地，21號嘅本色展示同埋22號嘅溫斯頓山呢，都係補唔上㗎。咪留意下 S1嘅第五場啊，19號嘅軍事長，佢係補咗出嚟嘅，咁啊騎師係布浩榮啊。布浩榮今日喺當地都有馬贏啊，佢由墨爾本過嚟，係啦。咁留意啦，澳洲嘅蘭域馬場天氣係天晴，氣温係21度，相當之宜人嘅天氣啊！呢個天氣我諗連埋個場地都係我哋想見到嘅天氣同場地嚟啦，應該係。暫時嘅場地掛牌咧就係好自黏地嘅掛牌嚟嘅。其實佢大約係 good form 係冇錯。好啦，咁我哋先睇第一場賽事先嚇。S1嘅第一場賽事悉尼錦標嚟嘅，咁呢項咧就1003米嘅三級賽，1002米嘅三級賽係。咁今日就2場1002米啦，一場1003米。咁就轉一個彎嘅咋，蘭域嘅1002就轉一個彎嘅啫。一個好微都唔算係彎咁啊！好 S1 第一場悉尼錦標，1號名車有主騎師。